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咱地方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回来了解。对这支影片当中，会使看到台南知名的景点，以及济场在进行中的重大工程，并以 3D 动画模拟遐工程完工的模样。同时嘛，邀请台南在地职人作为影片的引言人。新闻处就是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向民众甲游客传达这几年市府的努力，一步一步将台南的传统甲创新结合，甲台南打造成为更加幸福的城市。在伫好上午举办发表会。台北市长李孟燕以及立法委员王伟霆拢出席见证，并肯定这支影片看了，互人非常感动。透过在台南的商位、艺术跟文化的工作者的代言，那么来让台南很多美好的景点，还有正在建设中未来的这个愿景那么让我们在影片中来呈现。我想大家看了这个影片都会非常的感动，也对台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跟期待。那我们觉得台南不是像有的人讲的又老又穷，台南其实是在文化投资都有各方建设都有各方面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说台南是希望无穷，潜力无穷。影片对台南市的职人甲创作出发，带出文化、生活甲未来城市的幸福感受。除了重大建设以外，影片嘛将庙宇、巷仔、老厝、各大文化园区加入影片当中。这支影片现在会使伫脸书的粉丝专页甲 YouTube 看到，未来嘛会伫台南高铁站透过大电视来播送，互来台南的游客拢会使看到台南的好。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商业周刊独家角楼转台议员有所谓的小金库，而且台南市议会议长佮以将近2亿的补助款，成为全国配合款上悬的税利王。上午引发南营议员王家珍、洪玉峰、蔡耀辉、蔡淑辉甲李中琴的不满，并联合召开记者会。会中南营议员认为，当初赖清德市长指控议员的地方建设配合款根本是污名化，因为原市区根本就无配合款，加上现在周刊的角楼更加证明执政党和共派系的议员吃东吃铁，而反对党却是3-5万的客无，是毋是甲地方白条仔有关系？亦代表为民喉舌。如果这个预算政府本来就该有来拿来做建设，民意代表跟不跟你开口，你本来就应该列入年度预算的。可是有些预算刚是你雕钢刻意的做球，给对你们政治正确是领导的人，我们实在是心里有极大为选民的一个不服气。他把所有的议员当作是怪兽，把我们污名化。我要很明白的讲，我们原台南市的议会没有任何的配合款，没有任何的建议权，我们只能把地方的需求用很实在的会刊、县刊，然后呈交给我们的相关单位，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地方的需求。很多的建设是中央既定的一个建设，一个计划，也不一定是某个议员、某个议长的建议案，只是把这个风向球、这个球做给可能在议会里面可以协助赖清德的所谓的议长，包括他们民进党的议员，做球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这次的选举里面能够是他们的一个政绩。这些动作来掐住议员的喉咙，让他没有办法去反对他提出的任何荒谬不合理的主张，然后把这些议员变成他在议事厅里面，在议会里面护航的工具，
也让这些议员把这些所谓的建议权变成他们在地方绑桩的工具。针对周刊的角落，虽然顶礼拜市府就澄清，咱市伫个县市合并后第一档就取消议员的配合款。至于水利工程费的争取，拢是甲市民实际生活有关。台南市从合并到现在已经把议员配合款这个固定额度的这种已经取消。那第二个这一次所呈现的很多都是治水的经费，是中央派相关专家委员来核定，那确实有实需才会来实施。那这等于是议员接受民众的一个陈情跟反映，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最后有核定实施的一个金额。所以这跟议员配合款是完全不一样。不过，议员蔡淑慧更加指出，以新兴国中的操场破破烂烂，却无看到市府相关单位有任何的作为。呼吁市府的建设要公平，千万唔通有压力甲派系之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诱近甲少年族群之间的距离，市员陈义珍邀请在地嘻哈歌手大基来到伊位伫西门路的竞选总部头前广场举办青春起步组嘻哈音乐会。大基也来表示，市员陈义珍服务人民真正有认真。去年伊有代志寻求陈义珍的帮忙，第一时间就得到相当好的回应甲处理。尤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伫迄个阮去年办一个篮球比赛结果拄对着地震，过年的时阵对着地震，然后叫场馆都歹去，然后就在迄种迄个篮球场的顶端咧，就在灯拢落来就马上靠陈怡贞议员，然后伊就马上帮阮桥，然后伫透早8、9点安尼用到中昼就下晡就随有一个公园国小的一个篮球场咱这个全台湾饶舌歌手的一种篮球比赛让顺利进行，然后造福咱台南家的乐迷朋友，大概敢是甲泡泡啊！所以我想，虽然他是在做音乐但是他一样在关心这片土地。像怡珍一样，我在做政治工作，一样关心我们土地。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一样都希望说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可以更好。那很多几天前很匆促的拜托大基，希望说我们的总部在这个地方。那过去他长期也都在中西区这个地方，所以希望他来办一个饶舌音乐会，来跟我们所有的很期待他回来的这个乡亲见面那很感谢他很快的呢选择今天来跟所有的粉丝见面。大基也来演唱着伊所编写的新歌，不但吸引大咖侪少年朋友喜爱，就连立法委员陈廷辉也化身成为小小的粉丝，坐伫个大咖专心听着大基唱《台南我爱你》。我有一个计划这个以后真的，我们台南因为咱大基嘛，咱中西区在地主地，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嘻哈音乐一定要从中西区开始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的热点跟我们的重点所以嘻哈音乐我看好多的年轻朋友，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年轻的力量，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嘻哈音乐可以在台南真正奠下基础。扎根发光发热，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哈！这场嘻哈音乐会为台南的街头带来少年的活力，也带出市员陈义珍甲立法委员陈廷辉，希望打造台南市中西区成为嘻哈音乐发展地未来愿景。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昨日台南二中的校门口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看板。顶头里阁非常慎重，呼吁大家要唯一支持第100号。原来这是台南二中校友总会为着要帮今年100岁生日，校园内市定购置小礼堂庆祝所想出来的创意宣传方式。因为到了年底了嘛，现在不是投蓝就是投绿，那你们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投第100号。100号是什么？就是我们台南二中小礼堂。100号代表了100周年，也是100分的满意。相信这个小礼堂能带给我们台南二中所有的校友100分的满意，所以恳请拜托唯一支持台南二中小礼堂，谢谢。
由红砖仔所搭建起来的台南二中小礼堂，无论是外表的设计，或者是窗仔所呈现的质感，拢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也成为台南二中校园内上界水的一个角落。今年拄好100岁小礼堂，校方为着要帮伊庆祝，特别设计了侪活动，包括美术展，包括餐会，甚至是音乐会，就是希望会当有较侪校友会当转来到母校台南二中，过来欣赏一下小礼堂所呈现的历史风华。今年12月份的台南二中校庆，拄好撞到咱台南二中的小礼堂呢100年大寿。学校这边呢，配合校友会呢，举办足侪活动，咱这叫做100年礼赞活动，有小礼堂的美展，有举办餐会，有音乐会，咱欢迎台南二中的校友回娘家，嘛欢迎各界人士来咱台南二中替小礼堂呢喝彩。纪念这100岁生日，台南二中校友总会嘛推出侪明信片，以及顶头有小礼堂独有的保温杆仔，要来唤起大家伫咧学生时期的回忆。校方以及校友会嘛辛苦来邀请到所有台南二中的校友，伫咧12月份校庆的时阵，会当转来到母校台南二中，做伙来庆祝这值得纪念的时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他是一个祭坛，对，就是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吹蜡烛，吹蜡烛。耶！话说，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路聊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在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金荣，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一千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私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
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我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伫台南新大校园设计过侪重要建筑物的教授贺成池，虽然已经过身去，但伊设计理念甲重要文物悠远深深影响着新代。今日邀到教授贺成池的细汉后生，嘛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贺成宏，关进出总数119件的建筑图稿予新代。伊也深深感谢着新代，将伊父亲贺成池的重要文物一一拢发掘出来，嘛做了上好的保存。所以这里真的要特别感谢成大，这么多同仁的发心，谢谢徐老师，谢谢特别师傅老师，辛勤的发掘，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些本来我们家属应该珍惜来保管挖掘的。都由成大来做了，真的是满心的欢喜和感激。建筑教授贺成池有侪经典的建筑作品，亲像是伫大学路顶头这个公门，就是教授贺成池所设计建造的。贺成池教授的作品，有研究者来认为是带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气氛的现代建筑物。他的作品里面特别有文化的气息在这里面。其实这些图面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现代建筑里面怎么样把传统加进去。他特别喜欢用回廊，就是那个回廊，他一直觉得回廊是东方的元素，他只有在回廊里面才能发生一些比较 romantic 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批作品其实对整个成大来讲是一个资产，但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建筑界，特别是在研究建筑怎么去维持文化这一套的思维，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也因为这个机会才能够了解说，其实当年我们这里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跟城市所有的需要、城市所有的发展、城市所有的努力的这个保存都发生了关系。那对我今天来说，从大学想要发挥的角色来说，其实是无比的感动，也觉得无比的精彩。珍贵的建筑图稿目前拢由成大博物馆来典藏，嘛做了完善的处理甲保存。成大嘛表示，未来整理完成以后，会找机会来展出，互较侪民众来欣赏这一代建筑大师的风采。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伫咧原住民社团欢乐的歌舞开场之下，中华艺术大学一透早就欢喜庆祝创校50周年。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少子化的危机，侪教育单位的经营愈来愈困难。但中华艺术大学伫咧招生人数、甲品质等等的方面不断成长，原本负债1.8亿的债务状况，嘛转变成为赚4.6亿。安尼优秀的办学之后，嘛，予代理市长李梦燕伫咧学校50岁生日这天特别前来祝贺，并予学校高度的肯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欢喜的日子，我想非常的不容易。中华医师大学在这边已经创校50周年。那这50年来，我们看到中华医师大学有非常多卓越的这个成绩跟贡献。那么就诚如刚刚校长提到的，从50年前3个科201位同学，成长到现在3个院，那么19系6个研究所，总共有9000多位的同学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绩，而且又在现在整个台湾的大环境是少子化，很多私立大学其实是人数越来越少。那么能够中华医师大学能够逆势的成长而且的这么样的成果非常的丰硕可见是大家
平常我们师生哈，还有我们校董在这边辛苦耕耘、用心耕耘栽培的一个成果。5年来，我们从负债1.68亿变成上学年结算，我们有盈余3.65亿，到本学年应该就会有4.6亿的盈余了。近年来，我们拿到5.2亿的补助，已经完成图书馆的更新、操场的更新、棒球场的更新、餐厅的更新、餐旅系设备的更新、护理、医技、长照等系的设备也更新了。中华医大50而知天命，我们的天命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发展成为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对不对？对。各位有没有信心啊？有。中华医大登峰再造，50璀璨，好不好？好。中华艺术大学为着要迎接这大日纪念的日子，特别邀请23位杰出校友回来到母校颁奖表扬。同时也希望在未来，因的甲品质会当更加提升，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开创着台湾的未来。台湾新闻网赵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